林渊，你當初下要爬上我的床，逼我和你結婚，如今出軌被抓，還想殺秦羽，你殺人不成，自己摔下樓梯。你這種陰險的人，我不會再讓你做我丈夫。這是離婚協議書，你簽字吧。我不是在渡雷劫嗎？這是哪裡啊？難道是成功飛升到了上界？這份離婚協議書你簽個字，以後我們再無瓜葛。作為補償，我給你1000萬。這是什麼符籙？我竟然沒有見過。我可是修真界老祖，符籙天才，休想用符咒害我。林渊，你撕掉支票也沒用，這婚我離定了。没想到人間竟有此等美女，這姿色，這身材，比修真界第一美女也不差。你說什麼？美女，我看你印堂發黑，陰氣環繞，似有血光之災。林淵，別以為裝傻充愣就可以不離婚。我就說你有血光之災吧。被一個男人害得雙腿殘疾，公司破產，最後慘死，這命也太倒霉了吧？你說什麼？美女，你這命有點慘啊，想逆天改命嗎？我仙界天尊，玄學高手，不要2998，只要9980910，998，你買不了吃虧，998。你买不了上当。好了，苏总，切记啊，伤口不要碰水啊。哎，医生，请等一下。给他检查一下腦子。蘇總，您放心，我們已經給他檢查過全身了，他腦子沒問題。不可能，腦子沒病，他怎麼跟變了一個人似的？說話奇奇怪怪。這個，蘇總，他應該只是本性如此。什麼意思？那我就直說了，蘇總，病人他說話奇奇怪怪的，可能只是他單純缺德。因為通過檢查來看呢，他的腦子沒有受傷。那我先走了，蘇總。被一個男人害得雙腿殘疾，公司破產，最後慘死。這命也太倒霉了吧！林淵，你剛那句話是什麼？来了，你沒事吧？林淵，你還敢留在這兒？要不是你，我姐怎麼會受傷？哎，你別瞎說啊！明明是他自己不小心磕破頭的，跟我可沒關係。好慘的小美女啊！被渣男騙身騙心，染了一身髒病。公司破產後，被渣男搶走僅剩的治療費，最後絕望跳樓而死。你說什麼呢？你敢咒我？咒你？我從未說話，何來咒你之說呀？你，蘇念，住口！不僅命運悲慘，腦子還不好使。算了，看在你這麼慘的份上，等你死了，我一定好好超度你，讓你下輩子平安順遂。姐，你看他，你聽到他剛說的話了吧？什麼話？你是不是太累了，出現幻聽了？林淵剛才沒說話呀。
難道我听到的是林渊的心声？兰兰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炖的鸡湯。多謝你替我照顾兰兰，这是我特意为她炖的鸡湯，你尝尝。假装我没接住碗，导致他故意烫傷，這麼低級的碰瓷手段，不可能！秦宇才不是那種心思惡毒的人，只是他想要陷害秦宇哥。好疼，我的手！竟然真的被他说中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兰兰，都怪我自己不小心，跟林渊没關係，只是可惜這雞湯我燉了整整3個小時呢。明明是你自己撒的，當然跟我沒關係了。林淵，你是說我故意燙傷自己，陷害給你嗎？那不然呢？我知道林先生因為跟蘭蘭離婚一事對我心生芥蒂，可是我和蘭蘭是真愛，況且他已經對你做出補償了，給了你整整1000萬，夠你後半輩子衣食無憂。秦宇，別亂說，秦宇救過我的命，他正直善良還上進，確實是良配。家裡人也希望我能和他在一起，但和林淵結婚後，我一直和他保持着距離，沒有相愛這麼一說。1000萬很多嗎？夠你一輩子吃穿不愁的。1000萬這麼多錢，還真是瞌睡來了送枕頭。我正愁飛升上界，身無分文可怎麼辦？美女，你給我1000萬，我就跟你那什麼？什麼？離婚？啊對，離婚。只要你給我錢，雖然不知道離婚是個什麼東西，管他呢，只要拿到錢就行。1000萬已經被你撕了。這潑天的富貴竟然從我指縫中溜走了。美女，你再給我1000萬，我保證這次一定跟你離婚，絕不拖延。念念，你帶秦宇去處理一下燙傷。知道了，姐。走吧，秦宇哥。去。這麼多年，我一直自詡對秦宇非常了解，現在看來，我以前看到的他未必是真實的。我和念念都能聽到他的心聲，我要搞清楚是怎麼回事，還有他說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。萬一是真的，我一定要想辦法改變命運。換衣服回家，婚先不離了。不離婚，那我1000萬豈不是拿不到了？哎，美女，再考慮一下唄。我看你也是富貴人家出身，怎麼這麼摳呢？這樣，我給你打個8折。哎，7折，不能再低了。別廢話了，換衣服回家。長得倒挺好看的，怎麼就是個一毛不拔的鐵公雞呢？哎，上車。這上界的法器果真是非同凡響。別廢話，快上車。我已經準備好了，走吧。我是讓你上車，不是讓你上車頂。美女放寬心，不會弄壞你的法器。下來，我可不想被交警查。交警是什麼？不僅像變了個人一樣，怎麼連智商都下降了？上車。原來是這樣。
好意思啊，我没想到他这麼脆弱。总裁，這是您要的鑰匙。那車你自己看着處理吧。上車。你有眼疾？我是讓你系好安全帶。安全帶？不是系安全帶嗎？主人，歡迎回家。美女別怕，我來保護你。大膽邪祟，看我雷擊斧！林远，你在幹什麼？不是我，是他先動的手。我不管你那符籙從何而來，以後你絕對不允許再用它！別怕！你刚才弄壞的機器人價值10萬，電視機價值3萬。你以後要是再敢弄壞屋子裡的東西，我把你媽都賠不起。老實待在屋裡。好餓呀。但是現在身無分文。我可以擺攤算命賺錢呀！算卦了，算卦了啊！算命占卜，看相摸骨，不靈，不要錢。哎，哥們兒，我看你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他日定能富甲一方啊！蘇總，林先生正在咱們公司樓下。他來幹什麼？告訴他我正在忙，讓他先回去。林先生好像不是來找您，他正在咱們樓下招搖撞騙。什麼？美女，算個命唄。哎，你可別被他騙了，他這麼年輕會算什麼卦啊？八成是個騙子。走了走了走。哎，別走啊，別走！我……哎。一文錢難倒英雄漢，可和我堂堂修真勞作，淪落在這擺攤賺錢。都怪那個美女不跟我離婚，不然我怎會淪落至此？我不會真的餓死在這兒吧？哎，小孩，喝的是啥呀？給我喝一口唄。才不要，想喝去那兒買。來杯熱拿鐵。哎，請您支付。支付成功。好。原來上街買東西只需要刷臉就可以。小二，這個、那個，還有那個。
都給我來100。全部？對。先生，您的奶茶做好了。支付失敗。你还没付钱呢。我不是扫过脸了吗？显示支付失敗，您得用手机支付啊。手机是个什么东西？没有手机？你想喝霸王茶？霸王茶？霸王茶，竟然还有这么符合我修真老祖气质的茶！兄弟，给我来1杯霸王茶！真是疯子，遇到神经病了！哎，大家快来看，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小子跟我這兒買奶茶不付錢，他還不承認。一個大男人怎麼這麼缺德啊？人家開個奶茶店也不容易，你竟然想着白吃白喝？誰說不是呢？真不知道哪兒來的臉。要我說，直接報警算了。你要再不付錢，我可就動手了啊！哎，等，我沒有手機，那玩意兒別人都能掃，為什麼我掃不了啊？既然買不了，那我不買了。哎，你耍我呢？我辛苦做了10幾杯奶茶，你說不要就不要了。嘿，我今天得好好教訓教訓你。哎，你打不過我。住手！你怎麼這麼漂亮的一張臉，摔倒破相可就不美了。你們欺人太甚！你們欺人太甚！哦喲，他的奶茶錢我替他付了，多的就當是給你的賠償。不行，我要道歉！哎，是你先動手的哦。畢竟是你的錯，要不你道個歉？聽見了嗎？今天必須跪下給我道歉，不然你可走不了。下跪道歉是不可能的。把我弄成這樣，一位賠幾個臭錢就可以，想都別想。2萬5，不道歉。哎，你把我當250了，拿這點錢來羞辱我，沒門兒，必須道歉。5萬，不道歉。有錢了不起啊？我不差這點錢，我就要道歉。8萬，不道歉。8萬了，不行，道歉，今天必須道歉。有這錢你給我呀，你給他幹嘛？那我道。10萬，不道歉。不要就算了。哎，10萬就10萬，可不要反悔啊！我不是說了，你那些符籙不能亂用。那我堂堂修真老祖，我被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凡人欺負，那傳出去我這面子要不要了？那你喝霸王茶就有面子了。拋開事實不談，我今天做出這麼抽象的事兒，你就一點責任都沒有嗎？你把我一個人扔在家裡，我都要餓死了。要不是身無分文，我怎麼可能沒錢付賬？說來說去，那都是你的錯。你為什麼不跟我離婚呢？啊？離婚就有1000萬，有錢就瀟灑了。算了，我跟一個腦袋不清楚的人計較什麼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我這就帶他回老宅。一會兒進去，不要亂說話啊，也不要亂想。奶奶年紀大了，可經不起刺激。姐，你火了，你上熱搜視頻了，看，現在全網都叫你佳佳姐。不道歉。有錢了不起啊？我不差這點錢。這不是我的廢物姐夫嗎？你怎麼還有臉來啊？
怎么，你還非要死皮賴臉賴上我姐啦？哎，別這麼說，林淵才不是那種人。那我是個怎麼樣的人？林淵，放手吧，有些人是你注定得不到的。他那臉皮比城牆都厚，像他這樣死皮賴臉可不止一次了。蘇明，閉嘴！姐，你幹嘛不讓我說呀？他設計上你的床，要跟你結婚，整個京城誰不知道啊？就是，要不是他橫插一腳，你早就跟秦宇哥結婚了。只要我一直陪在蘭蘭身邊就好了。只有像秦宇哥這麼優秀的人，才配得上我姐。就是，秦宇哥跟我姐就是絕配。你，識相的，早點跟我姐離婚，滾出蘇家。離婚我願意啊。哎，只要你姐同意。等等，你們家該不會是破產了吧？要不怎麼連1000萬離婚費都拿不出來？哼，蘭蘭，真的是你不願意離婚？蘇家祖訓，夫正直，旺3代。他這種心思歹毒的男人，就不配做我們蘇家的女婿。不。哎，可憐的老唐，罵吧罵吧，趁現在還有氣出，多罵2句。1年後，大女兒被人推下懸崖，二兒子被挖腎挖眼，小女兒跳樓，老婆被人拔了氧氣管，自己胃癌晚期，應該也就罵不出來了。哎，林淵，你，我聽到的難道是林淵心聲？我絕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。回頭我就帶爸去醫院檢查。林淵，你瞎說什麼呢？我怎麼可能會被挖心挖腎？爸那麼健康，怎麼可能會生病？哎，等等，哥們兒，我看你面色發綠，該不會是……怎麼？怕不是綠雲罩頂，情路坎坷喲。他是什麼意思啊？哎，還在那問什麼意思？這傻子，意思就是你頭頂青青草原，這都不懂。這兄弟怕是投胎的時候沒把智商補上吧？難怪被綠，原來是個智障啊！蘇明女朋友真給他戴綠帽了？林淵，你居然說我綠雲罩頂，弄死你！冷靜，冷靜！林淵，就算你不喜歡蘇明，你也不能一直詛咒他女朋友出軌吧？哎，我可沒詛咒啊！可憐他還不知道呢，他那小女朋友剛從男人床上下來，恭喜你喲，你女朋友要有別的男朋友了。林淵，我殺了你！我這……哎，等等，你女朋友是不是剛從泰國回來？哎，沒什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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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心真大，泰國回來的都敢直接往家裡帶。你不瞧瞧那什麼，這技術挺牛啊，叫什麼來着？我想想啊，哦，叫變性手術。哎，你怎麼還跪地上了？怎麼回事？我怎麼能聽到他的心聲啊？你們都聽到了嗎？能。那他說的都是真的？差不多。那你們二哥這……二哥確實跟我說過，他女朋友確實是從泰國回來的。二哥，你這也小心得病。我怎麼生出你這麼個玩意兒啊？是男是女都分不清。來，林淵，你太過分了！你怎麼能一直造謠蘇明的女朋友呢？那你能不能把嘴裡的夾子拿出來再說話呢？
秦宇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笑你。兰兰，我只是说句公道话，林先生为何这么羞辱我？兰兰，你们这儿都把好言相劝变成羞辱了吗？林渊，你这话确实过分了，快向秦宇道歉。林渊，秦宇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，你确实不该这么说他。你还有功夫操心別人？你擔心你自己吧。你拿別人當白月光，別人把你當替身提款機，只等着搶走你的公司，送你下黃泉呢。秦宇救過我的命，一直以來都對我很好，他真的會背叛我嗎？秦宇哥那麼喜歡姐姐，他才不會背叛姐姐。秦宇一直想和蘇蘭結婚，他才不會背叛蘇蘭呢。我知道林先生因為蘭蘭跟你離婚的事情怪我，都是我的錯，你能原諒我嗎？我願意以茶代酒向你致歉，你能原諒我嗎？看來林先生還是不肯原諒我。哦，對了，我剛剛忘了說了，我看你天倉凹陷，印堂發紅，眼中帶煞，這是命犯情煞之象啊！若是及時收手，或許可以……蘭蘭，看來林先生還是不肯原諒我。秦宇也是一片好意，要不你就喝了吧。就是。秦宇心胸寬廣，都跟你道歉了，你還想怎樣？哎，怪不得一家子慘死，這智商真是上地府都不用喝孟婆湯的水平。這加了料的茶，還是留着你自己享用吧。這麼兇殘的嗎？那茶真的被加了料。林淵，你什麼意思啊？我只是想請你喝杯茶而已。那既然只是茶，那你自己喝不就好了嗎？啊，缺心眼吧，全場就2個女人，就算是膚白貌美大長腿，本天尊也是個正人君子。蘭蘭，林淵對我有些誤會，你能幫我解釋一下嗎？這我也沒辦法。你還是求我姐夫吧。這是你們小輩的事啊，我做長輩的就不摻和了。怎麼會這樣？不可能啊，他怎麼會是人妖的？哎，你怎麼還在這兒啊？一會兒這茶水發作了，可就來不及了。既然今天是家宴，我就不打擾了。蘭蘭，伯父，蘇念，我就先走了。這茶真的下了藥。林淵前2次說的都驗證了。那秦宇他急匆匆的跑出去，豈不是？當然是去找女人解春藥了。一會兒你姐頭上的顏色就要和你二哥一樣了，變成青青草原了。愛是一道光，綠到你發黃，綠帽子就扣到你頭上，那它怎麼樣？我先為你悲傷，你就是綠光。我已經從蘇家出來了。蘇氏集團的競標方案已經出來了，趁現在蘇蘭不在公司，你去他辦公室，把方案偷出來。放心，我會找人配合你的。好。
哎呀，林渊来了呀，奶奶都想你了。高平满，光无纹，浑身功德纏繞，金光加身，分明是大富大貴的面相啊！可惜被這一家子倒霉蛋給拖累了。你怎麼來了？趁着大家都在，我就在這兒說清楚，你和蘇蘭既然都要離婚了，當初我們家給你那5%的股份，你今天就還回来吧。媽，我們不離婚。你做夢！給出去的東西哪還有要回來的道理啊？想從本天尊手裡拿東西，怕不是光屁股拉磨，轉子圈都不要臉。姐夫，那是咱媽，客氣點，客氣點。老婆，這婚呐，也不是非離不可。老巫婆把你算盘给我撸死了，那珠子都快崩我臉上了，想把股份收回去，給你婚前生的那個女兒是吧？林淵，你瞎說什麼呀？我說什麼了？你反應這麼大，腦子裡那麼多水，都沒把你心裡那顆逼數教明白是吧？那你不如猜猜自己為什麼會被拔氧氣罐，還不是因為你那個女兒根本就不是你親生的，這是個冒牌貨而已。你們都看着我幹什麼？老婆，咱們出去把話說清楚。老公，你聽我解釋啊！老公，你聽我解釋啊！這不會出事兒吧？原來當年大師算的沒錯，我蘇家唯一的生路就是林淵。蘇蘭，今晚你就和林淵住在家裡，一會兒來書房找我。姐，你說咱媽在外面不會真的還有一個女兒吧？是真是假，一查便知。哎，怎麼人走了？姐夫，累了吧？來，到沙發上休息一會兒啊。奶奶，剛才的事情你都聽到了吧？你怎麼看？林淵，他不僅像變了一個人，好像還擁有了看透別人命運的能力。很久以前，大師曾為我蘇家算過命，說我蘇家命中注定會有一劫。這些年，我一直按照大師的吩咐做好事，終於等來了一線生機。你是說林淵？既能看透命運，自然能逆天改命。無論如何，你都要將他留在蘇家。奶奶放心，我知道該怎麼做。姐夫，你覺得我姐怎麼樣？前途後翹，大長腿，要顏值，有身材，要才華，還有錢。這美女環繞，溫香軟玉，一夜暴富的日子，你不想過嗎？哎，靠山山會跑，這靠樹樹會倒。這人吶，還是要學會自力更生啊，要靠自己的雙手。哎，你姐是漂亮，我倒是想和她在一起，可是和短命鬼離婚就能有1000萬，鬼都知道該怎麼選。姐夫，到我了！你說我這輩子還能遇到真心愛我的人嗎？那當然了，你多少有點呢，對吧？你看你這個，兄弟，你審美好啊！你看你這一腦袋綠毛多顯眼，是不是？傻兄弟，你還是想想怎麼跟你那個人妖女朋友分手吧。好什麼好？他要舔人妖。姐姐、姐夫，你们慢慢聊。哎呀，
你也想吃？来。林渊，嗯，你心里想的那些是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？难道你……哎呀，不，我是说，你算命算得準嗎？你懷疑我專業能力？既然如此，那你給我算一卦。不算，天機不可洩露。除非你願意跟我離婚，給我1000萬。林淵，你這小算盤打得挺響啊，1000萬一個卦象，你覺得合理嗎？那不算了。你打發叫花子呢？不算。我加錢。哼，加價姐，你給那奶茶店老闆都是10萬10萬的給，怎麼到我這兒就變成5萬了？我堂堂修真老祖就值5萬塊錢，不算。這開了50萬。天機啊，雖不可洩露，但有緣人，我可以為他指點迷津。啊，別動。姐夫，你覺得我姐怎麼樣？前凸後翹，大長腿，要顏值，有身材，要才華，還有錢。這美女環繞，溫香軟玉，一夜暴富的日子，你不想過嗎？這誰不想過呀？長得好看，身材完美，有錢出手大方，真適合當我的，真適合當我的長期飯票啊！你為什麼這麼看着我？你臉紅什麼？不算的話，把卡給我。啊，算，我現在就給你算啊。你就是夏灵派来的人吧？把標書給我。你是秦羽先生？沒想到夏靈手段這麼高，蘇蘭身邊都能安插到人。蘇氏集團為了這個項目投入了大量資金，而這個競標的地皮正是這個項目最重要的一環。一旦競標失敗，蘇氏必然面臨資金斷裂的問題。秦先生，你怎麼了？糟了，是春藥發作了。秦先生，你想幹什麼？秦先生，我靠，勁爆！你看到了什麼？你的白月光秦羽不僅要偷你的標書，讓你公司破產，還在你辦公室玩綠帽遊戲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姐夫，你這算的不準吧？秦羽哥那麼愛我姐，怎麼可能給我姐戴綠帽子呢？對啊，秦羽哥喜歡我姐好多年了，怎麼可能跟別的女人在一起嘛？姐夫，你是不是算錯了？秦羽怎麼會做出這種事？他明知道這次項目對我有多重要。這都不重要，標書絕對不能透露。走，跟我去看看，順便驗證林淵說的是不是真的。那是另外的價錢。
我再加50万。走。我们也去。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呀？真的误会了。你们去哪儿？爸，我们要去抓奸。媳妇说秦宇要偷我姐的镖书，还在办公室背着我姐偷女人。我们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等等我，来人呐！把夫人给我关到书房，好好反省反省。什么时候说出那个女儿的下落，再放出来。老公，我也是被骗了，我不知道她不是我女儿啊！老公，等等我，老公。姐，小心！兰兰！我操！爸，咱们以后在家还是对姐夫客气点。要不我真怕他用一根手指头就把我们给碾死。知道了，回去就让大家把他当祖宗供着。一时情急，见谅见谅见谅。一时情急才这样，那平时得凶残成什么样啊？可以理解，理解。我们不是去抓奸吗？走走走走走。走，总裁，这有个紧急文件需要您签下字。再敢瞎逼逼，我拧你天灵盖！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苏总，不撞南墙，改撞哥胸膛了。快走，干正事儿。嗨，哈哈哈！现场直播，来早了，不然衣服肯定就脱了。哎呀！秦宇哥，你竟然偷我姐的镖书，还背着我姐在办公室，和别的女人乱搞。连水渊说的，竟然都是真的。林渊的心声验证了，那他说的我被人推下悬崖，苏念跳楼，苏明被人挖眼挖肾，妈被拔了氧气管，爸得胃癌，这些事儿岂不都是真的？不，我绝不能让这些事发生。不，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兰兰，你相信我，不是你看的那样，是他勾引我的。你胡说什么？分明是你强迫我的。他说謊，兰蘭，你相信我，我愛的人是你啊。蘇蘭該不會是心軟了吧？秦宇怎麼會變成這副樣子？軟是無能，還推卸責任。春瑤之事，也是他想要害林淵，才自食惡果。肯定是因為愛你呀，要不愛怎麼不給別人戴綠帽子，偏給你戴呢？這不是愛是什麼？這就是愛。
秦宇，你說是他勾引你的，那標書呢？是誰讓你来偷標書的？不是我不知道。你明知道这份標書对我、对蘇軾有多重要，你為什麼要背叛我？我是被逼的，如果我不這樣做，他不會原諒我的。你以為我還會相信你說的話嗎？說，幕後之人到底是誰？蘭蘭，你相信我，他只是讓我來拿標書，我真不知道他是誰。他的確不是幕後兇手。幕後兇手這腿，竟然看不到臉。雖然看不到臉，但幕後兇手可一直在背後盯着。我們在明，兇手在暗，想要引他出來，看來暫時不能動秦宇。看在你曾救過我的份上，今天的事就算了，你走吧。蘭蘭，所以你原諒我了是嗎？還不走？苏总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都是他干的。苏总，你就放过我吧，蘇總。帶走。蘇總，姐，你就這麼輕易的原諒他們嗎？當然是，因為愛情不會輕易悲傷。別唱了，我只是想通過他找到幕後兇手。哎呀，我懂。哼。你想幹嘛？我想，我想問問老闆，對我剛才的表現滿不滿意？要不要考慮一下升級一下套餐？滿意，姐夫，你剛才一路上可帥了。還可以吧。什麼套餐？離婚升級套餐，只要你答應跟我離婚，只要你給我小小的1000萬，我就可以把你公司的全部奸細都找出來，甚至是幕後兇手。你哪來的離婚協議啊？在你桌子上拿的，還有一沓呢。哇哦，姐，你打印這麼多是想隨時離婚跑路啊？林淵的心聲都是真的，這尊大佛你還不趕緊留住，還想着離婚，你是不是嫌你爹命太長了？上次為了怕他不肯答應離婚，就讓助理多打了幾份，怎麼還沒扔掉？姐夫，你要是跟我姐離婚了，我能不能跟着你？那我還真是賺大了，離了婚還有個小美女跟着我。蘇念，離婚你就別想了，奸細和兇手我都會自己找。切，標書已逝，說明命運可改。既然如此，蘇家危機沒有解除前，我就更不能放他離開。美女霸總不肯離婚，都怪我這該死的無處安放的魅力。明天有一個拍賣會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有錢？你要多少錢？10萬8萬不嫌少，100萬1000萬不嫌多，轉賬還是支付寶？快點！你現在連支付寶都知道了？我只是不熟，我又不是傻。姐，我教的。不肯離婚，那就別怪我狠狠地坑你一筆了。行，我包月了。哦，什麼時候簽合同？表現得好有沒有加薪？有保險嗎？那萬一受傷了那怎麼辦？還有啊，提前說好，傷人害己、暖床侍寢的事情我可不幹，狗也不幹呢。
狗不幹，我幹。謝謝美女，有需要隨時聯繫。爸，我給你預約了個全身檢查，等會讓司機送你去。好，我去檢查。不過你媽那邊始終不肯透露她那個女兒的下落。無妨，這件事交給我，我會查清楚。好。蘭蘭，阴魂不散。蘭蘭，蘇念，我只是想為之前的事跟你們道個歉。道歉就不必了，之前我就說過你救過我，所以標書之事我不計較。我們之間兩清了。你當真要如此絕情嗎？林淵，你是她丈夫，你說話她一定會聽的，幫我求求情行嗎？我？啊！杀人了！我幫你求情，然後讓你來誣陷我殺你。一會兒你跟在我身後，不要亂跑。該說的我都說了，還請你不要做多餘的事。林淵，你一次次壞我好事，我就用殺人未遂罪送你進監獄。姐夫，這真的好無聊啊！等一會兒你姐就來了。想殺我？只要林淵拿刀碰我，我就能誣陷他要殺我。杀人了！姐夫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救命！救命！这裡真的很好看。救命！哎呀，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糟了，林淵！我在这兒。你沒事吧？有事的可能是他，你要不要再下去看看？這女人看到我站在泳池邊，竟然放棄救秦宇，自己爬了上來，這是什麼操作？你沒事就好。我不是說了讓你跟在我身邊，不要亂跑嗎？Oh baby。好看嗎？好看，想摸。我什麼都沒想，什麼都沒看，也不想摸。四大皆空，空盡失色，色即是空。膚白皙腰，盈盈一握，還有這腿，比我的命都長啊！別瞄了。我沒瞄，我是天生斜視。去他的四大皆空！醫生說了，多看長腿，年年益壽。我的意思是，想看就光明正大的看，想摸就光明正大的摸。你上来呀！該死，林淵竟然不碰刀，想讓他以殺人未遂的罪名入獄，看來不行了。姐夫，你看秦宇。你們繼續。即使不能讓林淵入獄，也要讓蘇蘭繼續討厭他。蘭蘭，是他把我推下水的，他還想殺我。他腦子有病，他非要用脖子試試那匕首的鋒利程度。我為了不讓他受傷，只好把他推下去了。他胡說！蘇蘭，你相信我，他還想置我於死地。林淵是我老公，我相信他。
秦先生，請你离我们夫妻二人远一点，免得不小心误伤到你。念念，你陪着林渊，我去换件衣服。拍卖会马上開始了，你們去裡面等我。好，好了，走。哎，這綠茶年年有，蓮花朵朵開，只要哥還在，你永遠是備胎。林淵，你給我等着！姐夫，你剛剛那句話太毒了，那秦宇臉都氣歪了。哎，姐夫大庭廣眾的，也不知道收斂一點，太不要臉。哎，有沒有可能那是你那個在外地出差的未婚夫啊？什麼？顧城？對，這就是你戀愛腦上頭，不顧家裡反對，又出錢又出力養的那個海王渣男。沒想到他拿着你的錢，不僅非法購買愛情，還包養了小四、小五、小六吧？顧城？誰呀？念念，你怎麼在這兒？好你個顧城，嘴上說着要出差，實際上聯誼會上和別的女人勾搭。寶貝兒，你誤會了呀，我跟他只是合作上的夥伴，床上的合作夥伴。你還敢騙我？寶寶，我真沒有騙你啊！你知道我這1個月以來有多想你嗎？你看我項目一結束，我第一個見的就是你啊！喲，那你是早上想、中午想還是晚上想？萬一你要是分不過來時間，那我們蘇念多冤吶！綠城青青草原了，你的男人早中晚各一場，想不到吧？寶寶，我跟他們都只是逢場作戲啊！我見一個愛一個，那愛的裡面最愛的人是你啊！哇哦，他說你是他魚塘裡面最爛的那一條哎！你說什麼？接下來他肯定會說：“寶貝兒，別誤會，喝多了，親親嘴，大家還是好朋友。”別鬧了，我很累。反正備胎排成隊。你小子敢壞我生！混蛋！我要跟你解除婚約。要不是看在你是蘇家大小姐的份上，我會看上你這樣刁蠻任性、不講道理的女人。蘇念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我還是頭一次見有人把軟飯硬吃說得這麼理直氣壯的啊！顧城，你還要不要臉？要是沒有我給的錢，你能有今天嗎？蘇念，你這個賤！啊！死渣男，你敢背叛我！哎呀，傻丫頭，你累不累啊？用這個。還是姐夫心疼我。發生了什麼事？那個可能是有人做壞事，老天看不過去了，一個雷劈了他。對，他剛才就是被雷給劈了。話說，你們怎麼回事？這種人也放進來，還不快扔出去？是。呸！姐夫，你看哭什麼呀？不就是男人嗎？以後姐夫給你找個更好的。那說好了，姐夫一定要記得。哎呀，行，相信姐夫，跟着姐夫混，姐夫讓你沒有悲傷，只有愛。
夫，等等我！灵儿，苏兰现在越来越不信任我了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放心，就他呀，活不过今晚了。阿宇，你呀，得帮我。拍卖会快開始了，得趕緊下去。喂，蘇總，您上次讓盯着秦先生，我剛才看到有個女人跟到了秦先生的休息室，很可能那個人就是幕後黑手。好。灵兒，你放心，我們計劃的這麼周密，蘇蘭這次必死無疑。姐夫，姐姐換衣服怎麼這麼久還沒回來？拍賣會馬上都開始了。再等等。有你看中的拍品嗎？看不上，還挺多的。秦宇，你怎麼還敢來？怎麼，拍賣會是你家開的？乾杯。不對，他不裝了，還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。蘇蘭要是死了，看你們還怎麼囂張。放心，就他呀，活不過今晚。糟了，蘇蘭有危險！什麼？我姐她有危險？拍賣會就要開始了，你們想去哪兒？各位貴賓，我們的拍賣會馬上開始。讓開！拍賣會馬上開始了，吵吵鬧鬧像什麼樣子？就是啊，吵死了！你們到底要不要參加？不參加趕緊滾！姐夫，我們現在怎麼辦？你們要幹什麼？你們要幹什麼？哎呀，快救救他呀！這是姐，蘇蘭，这怎麼救下來了？你來了，沒事了。姐夫，我姐她怎麼樣？流血過多，趕緊送醫院。走。蘇蘭，怎麼了？是誰害了她？秦宇，你瞎呀？沒看到我姐受傷了？我們着急送醫院，你來這什麼意思？我只是擔心蘇蘭的安全，好端端的怎麼能從2樓掉下來？我看呀，就是有人不想跟他離婚，故意害他。你什麼意思？你懷疑我姐夫？不用跟他廢話，蘇蘭的傷不能拖。走。想走，沒那麼容易。讓開！姐夫，他們人好多，咱們怎麼辦呀？要不我攔住他們，你帶我姐先走。今天你們誰也走不了。
我說，让開！上！滚！正打我，正打我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姐夫，快上车！姐夫，你受伤了？姐夫，你怎么样？无妨，灵力损耗过度而已。漱漱口来，快上车，去医院！完了，刹车失灵了！什么？这车被人做了手脚，不能坐了。什么？打车去，走。该死，又让他们躲过了。林渊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又救了我一次，何方邪祟，敢对本尊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手感和想象中的一样好。林渊，你就是这么对待病人的？我是伤患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是有人要趁机袭击我。再说我也没用力。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别，你别过来。你往后退一步。哦。再退一步。对，就站在那儿。怎么了？哎呦，都青紫了，你们小夫妻玩情趣也该注意点分寸啊！我们不是……记得每天给伤口上药。我给他上药，真是活久见，头次见给自己老婆上药，不三不四的。医生说上药。不用。哎呀，你扭捏什么呀？我可是你老公。哎，等。姐夫，我查到了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回来。哎，姐，你醒了。说一说，你查到了什么？姐夫，真被你说对了，那辆车的确有問題，剎車線被剪斷，油箱被割破，一旦發生意外，剎車失靈後會瞬間爆炸。什麼？多虧姐夫發現的及時，要不然我們都得被炸死。而且姐夫還為了你吐血了。你受傷了？我受傷，你這麼緊張幹什麼？哦，該不會是……不想給我賠償吧？啊？好，該給的
1分都不会少給你。那就行。为了救你，我灵力损耗过度，還不知道多少錢能養回來呢，至少得3倍啊！行。嘿嘿嘿嘿，哎，那秦羽，你打算怎麼辦？這女人傻呀，秦羽都這樣害你，你不會還要放過她吧？你是有什麼把柄在她手裡嗎？秦羽曾經救過我，但救命之恩我已經還了。這次的事兒，我會查清楚，找到證據，該秦羽負責的，都交給警察處理。腦子沒壞吧你？秦羽是那種主動救人的人嗎？小妞兒，你們想幹什麼？挺漂亮啊！漂亮啊！住手！走走。兰兰，你没事吧？我覺得，蘇蘭，你沒事就太好了，擔心死我了。真是假惺惺的。你是擔心蘇蘭沒死透吧？林淵，你少來挑撥我倆之間的關係。蘇蘭沒結婚之前，可一點危險都沒遇到，可偏偏跟你離婚的時候卻遇到危險，這分明就是你幹的。喲，沒想到你除了綠茶這個技能，還會賊喊捉賊呢。林淵，你也閉嘴！啊，謝哥，謝哥，謝哥，天天，謝謝哥，謝謝哥。蠢女人，你把別人當救命恩人，別人把你當大冤種，想不到吧？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眼前這個人自導自演的，那些圍攻你的歹徒就是他派去的。什麼？所以這件事從頭到尾就是個陰謀。原來秦羽這麼早就開始算計我了。秦羽他怎麼敢？我們到底跟他有什麼冤仇啊？他竟然這麼費盡心思算計我們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你要怎麼解釋你沒學過武卻能以一敵十還會飛這件事？關你屁事啊！我只是擔心有人故意接近蘇蘭，給他帶來危險。我見過臉皮厚的，沒見過像你這樣臉皮比城牆還厚的。那男兵休息室和你在一起的那個女人是誰？蘇蘭，你在說什麼啊？休息室就我一個人啊！你肯定是看錯了，我們倆這麼多年的感情，我沒想到就因為他的一句話，你居然這樣懷疑我。蘇蘭，我對你真的太失望了。嘿，幕後兇手策劃了這麼多，而我卻沒死，他一定不會善罷甘休。蘇明，你讓李特助盯緊他。明白。蘇蘭已經開始懷疑我了，那林淵更是邪門的很，我們不能再坐以待斃了。你趕緊聯繫蘇夫人，讓她把股權協議轉讓舒淇。你說，你把那個野種藏在哪兒了？要是今天不說，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我知道錯了，老公。你，哇哦，這是老巫婆私生女的事情要曝光了，這鞭子還挺會玩。姐，咱爸是不是被氣瘋了呀？哎呀，你們終於回來了。爸，你這是……林淵啊！哎呀，我今天聽說你跟蘇蘭遇到了危險，怎麼樣？有沒有受傷啊？我？爸，你女兒在這兒呢，受傷的是我，是我。哎，知道了啊。林淵，這是爸給你的零花錢，拿着花，隨便花。謝謝爸。哎，林淵，你呀，用你的心看看你媽那個野種的情況，
了，你这樣是沒用的。蘇先生真是好人吶，可惜老巫婆太蠢了，當年生下了個死嬰，被人當場替換。別人說孩子是他的，他就這麼水靈靈的信了，連親子鑑定都不做。不可能，說不可能啊！還不止呢，老巫婆查到了點線索去質問他，那野種為了逼他簽下股權轉讓書，把老巫婆推倒在地，磕到頭昏迷不醒。後來怕事情暴露，直接拔了他的氧氣罐。什麼？你這個女人，我今天非好好教訓你不可！你给我看！假的，他說的肯定是假的。老公，當着孩子的面，有話好好說啊！這怎麼又打起來了？你幹嘛？我床濕了，想在你房間借宿一晚。你是說你要在我房間裡睡？這是房費，我現在可以進去了嗎？睡睡睡，別說是睡我房間了，就是睡我都行。房間讓給你，我去客房睡。啊！你什麼意思啊？我們是領了證的合法夫妻，睡在一起，不是應該的嗎？我去，還真是來睡我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對一個男人主動邀請意味着什麼？你不是想看嗎？那今天就讓你看個夠。蘇蘭，這可是你主動勾引我的。哎呦，危險！蘇明怎麼了？啊，二哥他剛接了那個人妖女朋友的電話，就衝出去了。你要幹嘛？啊！難道是他那個人妖女朋友挖眼刨腎的事情提前了？走，我們去找他。走。你不要過來啊！你以前都叫人家寶貝兒的。我當時不知道你是個男的呀，你就是個人妖，咱倆不可能了。哇！既然不可能了，那我也就不要你的人了，把你的腎和你的眼睛都給我吧。快點，晚了蘇明的腎和眼睛可就沒了。放心，我動作很快，不會讓你疼太久的。姐夫救我！放開他！姐夫，又來一個送死的。姐夫，救我，幹他，幹死他！救人就憑你？我看你啊，
真是活膩啊！对付你，我一人足够。口出狂言，老子碾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现在跪下了，给我磕头，老子兴许还能饶你一命。哦，我要是不跪呢？那老子就把你的眼睛给挖出来，让你和这个短命鬼一起下地狱去吧！呸！挖我姐夫眼睛，干死你！好玩吗？你到底什么人？不是喜歡挖眼睛嗎？乾脆今天就把你的眼睛挖出來瞧瞧。念念，姐，救我，救我！快快快！你没事吧？沒事。這個林之月，他就是個變態，死變態！威脅老子！你們知不知道我是誰啊？識相點，趕緊滾！少多管閒事。懸賞榜上排名第3，喜歡挖人器官的通緝犯就是你吧？沒想到你為了隱藏身份，都整成人妖了，夠下本啊你！他還是通緝犯！老公，小心！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，那你們今天都得死！就這武力水平，還跟我姐夫放狠話呢？姐夫不會把他搞死吧？林月，留他一命，交給警察，有獎金20萬。沒想到你小子命還挺值錢。哼！我已經報警了，接下來就等警察過來就行了。小心！姐，你怎麼樣？蘇蘭，你擋我面前，你活膩了嗎？我沒事，我只是不想你受傷。你若是受傷了，我可賠不起。你，我帶他去包紮，這裡交給你們。林月，我只是腹部受傷，腿又沒事，放我下來。不行。可是我堂堂蘇氏集團總裁，你真抱着我，別人看見我會很沒面子的。閉嘴！疼？下次就別擋在我面前了。我是男人，不需要女人保護。這麼漂亮的身體，留了疤就太可惜了。我不會讓他留疤。如果你喜歡，我不會讓他留疤。什麼意思？不會把我當成老色批了吧？這話什麼意思？我可不是色批，頂多就是對你的肉體有那麼一點點欣賞罷了。那你喜歡什麼樣的女人？或者說你喜歡未來妻子哪一點？我都盡力做到。你還是算了吧，我喜歡你離我遠一點。膚白貌美大長腿，可惜是個短命鬼。我還是你妻子呢，怎麼就不行了？實話跟你說了吧，我輩修行之人，那本就應該清心寡欲，不可貪戀紅塵。實話就是水泥封心封肺腑，哥吃不了愛情苦。現在能吃得了愛情的苦了嗎？能，醫生說吻牙可不好，天生適合吃軟飯。雖然封心鎖愛了，但沒完全鎖，
有錢的年輕富婆可以拿銀行卡打開。你，哎，不对，你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？因為我能聽見你的心聲。開什麼玩笑？我修行這麼多年，從沒聽說過世間有這等逆天的法術。蘇蘭難道剛才受傷到了腦子？你說你能聽到我的心聲？那你說說，現在我在想什麼？好，那要是我猜對了呢？要是你猜对了，我就把所有的银行卡都還給你，我保證以後再也不坑你了。我不要卡，我要你答應我，以後再也不许提離婚的事。沒問題，我答應你。你離我這麼近幹嘛？近一點才能聽得清楚啊。胡說八道。我剛剛聽見你心裡說你喜歡我。這女人又在勾引我，不行，不能讓她得逞。我堂堂修真界老祖，其實那麼容易就被拿下的？怎麼，我猜對了嗎？猜錯了。別狡辯了，你活着，我也活着，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？承認吧，你喜歡我。沒錯，我凌雲就是這麼容易被拿下的人。猜對了，獎勵是李淵，你給我滾出來！你給我滾出來！媽，林淵是我丈夫，請你對他尊重一點。我這都是為了你好，你看看這個窩囊廢，一事無成，他哪裡配得上你啊？林淵很好。他好什麼好啊？你都因為他受了多少次傷了？這次，還有上次，你看看我們好好的一家人都被他折磨成什麼樣子了，你還護着他？這跟林淵沒關係，明明是你自己未婚生女。你，總之，我是絕對不會承認這個女婿的。老巫婆真是逆天了。之前聽說過感情要你情我願，沒聽說過要靠母情女願的。你什麼你？腦子有病就去醫院，別對我發電發狂的。有這時間，不如好好去做個親子鑑定。您那假女兒怕是坐不住了，正上蹿下跳的找你簽股權協議書呢。他怎麼知道靈兒剛才打電話約我見面？難道他說的是真的？哎呀，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你咒我，你個掃把星，你非要把我們家搞散不成？我拆散，還真是茅坑裡嗑瓜子，你怎麼張開的嘴啊？這也能賴我？我讓你被人騙的，我讓你未婚生女的。這些事兒跟林淵沒關係，相反，他還屢次救我。你這是被他灌了什麼迷魂湯不成啊？哎，你個死老婆子，你是不是活膩了？你個死老婆子，你是不是活膩了？媽，你還是去做一下親子鑑定吧。那個人根本就不是你的骨肉。不可能，灵兒和我長得這麼像，怎麼會不是我的骨肉？灵兒，你放心，我們計劃的這麼周密，蘇蘭這次必死無疑。靈兒，這個名字是巧合嗎？那個女人根本就是不安好心，她是图我們蘇氏集团的股份。不可能，靈兒心思純善，根本不是那種人。蠢貨！你要是還那麼相信那個野種，今天我們就離婚。你净身出戶，現在給我滾出這個家門！你們非要这麼逼我嗎？滾！走就走，你们可別後悔。爸，你是故意把媽趕出家門的？只有千日做賊，
哪有千日防賊的道理？你媽我還不了解，她這個人呢，哼！我今天把她趕出門啊，肯定去找那個野種。咱們呀，只要跟着你媽，就肯定能找到那個野種的下落。哼，這姜還是老的辣呀！這招高，實在是高。看我幹嘛？接電話呀！蘇蘭，你不是想知道幕後之人是誰嗎？你來找我，我可以告訴你。蘇蘭，這是你最喜歡喝的咖啡，嘗嘗。秦羽，不要再搞那些小手段。我来只是想知道你身後的幕后之人到底是誰。林渊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別信他，他騙你的。你不用挑撥我跟林淵之間的關係。你自己做了什麼？你真的以為是天衣無縫嗎？蘇蘭，你相信我，他根本不是林淵。姐夫，他又在挑撥你跟我姐的關係了。你姐不會相信的。蘇明呢？他去哪了？我姐讓他去跟蹤我媽了。哦。你幫我拖住蘇蘭，我要逼那個老東西在股權協議書上簽字。原來他們是為了拖住蘇蘭。我找人查過了，以前的林淵身體不好，更不會武功，他刻意偽裝接近你，一定是為了蘇氏集團。是嗎？那你接近我是為了什麼？蘇氏的股份？蘇蘭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你忘了，我之前可是救過你的。是嗎？那是誰讓你來拖住我？是那個叫靈兒的人嗎？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看起來是了。老婆，他在拖延時間，先去找你媽，你媽有危險。哼，就算你們現在趕過去，也來不及了。蘇蘭，你母親這會兒應該已經在協議書上簽字了。你來不來得及可不是你說了算。忘了告訴你，我母親早在1個月前就把股份轉到我名下。什麼？你們的算盤落空了。還有，林淵不是別人，他是我老公。媽，只要在這裡簽個字就行了。這些年我受了這麼多苦，你答應過會補償我的。有這時間，不如好好去做個親子鑑定。您那假女兒怕是坐不住了，正上蹿下跳的找你簽股權協議書呢。林淵他說的難道是真的？靈兒不是我的孩子，只是為了蘇氏集團股份冒名頂替的。靈兒，你真的是我的孩子嗎？你都知道了。知道又如何？今天這個字你不簽也得給我簽了。你休想！媽，給我簽！姐，姐夫，媽就在這個房間裡。媽，怎麼樣？被他跑了，
我去追。先去医院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们要做好防备。啊，快走！好。灵儿，你受伤了。我不是让你拖住他们吗？怎么来得这么快啊？那个老東西早就把股權轉讓給蘇蘭了。什麼？我們現在怎麼辦？我們籌謀了這麼久的計劃，不會到頭來什麼都得不到吧？慌什麼？只要他們全死了，我再偽造一份親子鑑定，蘇家，我就是唯一合法繼承人了。早就跟他說過了，那個野種狼子野心，他就是不聽。爸，醫生說過幾天媽就會醒的啊。還得是咱爸機智啊！自從聽了1個月前就讓咱媽把股份轉給大姐了，要不然他們就得逞了。林淵，謝謝你，謝謝你。謝我什麼？姐夫，謝謝你。姐夫，謝謝你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好孩子，爸爸也謝謝你。你們怎麼突然這麼客氣啊？林淵，謝謝你讓我改變了全家的命運，也謝謝你出現在我身邊。只是覺得遇見你很幸運。那是自然。怎麼樣？估我花的這錢不虧吧？爸身體不好，我讓念念送他回去了，蘇明在病房守着。接下來打算怎麼做？幕後之人肯定不會輕易放棄。他應該已經知道了，逼母親簽股權協議是沒有用的。下一步他……如果我是幕後兇手，定會放手一搏。糟了！老東西，這都是你逼我的。你放心，我馬上就送你們蘇家一家子去地下團聚，到時候蘇氏就都是我的了。醫生，我媽大概什麼時候能醒啊？別人恢復得很好，明天就會醒了。那就好。怎麼了？他是兇手，他帶走了蘇明，我去追，你去看你母親。林淵，爸，你別太擔心，有姐夫在，不會有事兒的。你怎麼在這兒？秦羽，你怎麼還敢來這兒？蘇念，我們好歹也是朋友，你何必對我這麼大敵意呢？我呸！你從一開始就是故意接近我們，就是為了幫那個野種奪走我們蘇家的財產。哼，那個野種甚至都不是我媽的骨肉。沒錯，不僅如此，你姐的藥也是我下的，要不是林淵的突然出現，該跟你姐結婚的人應該是我。要不是林淵的突然出現，該跟你姐結婚的人應該是我。我再給你倒杯吧。只要被記者拍到我們睡在一起，
他就必須跟我結婚。兰蘭，服務員，再来一瓶，来瓶那个吧。如果不是林渊恒插一脚，我早就娶了你姐，弄死你们，拿到蘇家的財產。林淵真是害了我的好事，所以我故意陷害他出軌，就是讓你們所有人以為他是渣男。是你陷害我姐夫，你做了那麼多壞事，你一定會遭報應的。放開我女兒！你放開！來人啊！放開我女兒！你幹什麼？幹什麼？帶走！兒子，念念，你們沒事吧？啊，我沒事，姐夫一定會來救我們的。對，姐夫一定會來的。救你們？別做夢了，林淵自身都難保了。至於蘇蘭，等會兒會過來陪你們的。你。媽的，又讓他們跑了。他找蘇明，無非是想要威脅我，他會回來找我們的。先回去等消息吧。好。蘇蘭，林淵，又見面了。秦羽，你幹什麼？幹什麼？帶走！他抓走了蘇念和你父親。蘇蘭，你父親和你的弟弟妹妹都在我手裡，不想讓他們死的話，就來找我。夏琳，我就知道是你。20分鐘內，我要是見不到你的人，他們全都得死。你們兩個今天只有一個人能離開這兒。秦羽，你什麼意思？你先去救人，這裡交給我。可是我已經讓李特助報警了，你過去想辦法拖延住時間，我隨後就趕到。還有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讓自己陷入危險。蘇蘭，一邊是你至親之人，一邊是你喜歡的男人，你會怎麼選呢？他們不是我的對手，我很快就會去找你。好。不要逞強，等我回去找你。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。林淵，你看到了嗎？無論嘴上說的多麼好聽，你永遠無法和他的家人相提並論，他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你而去。怎麼，你嫉妒我呀？我會嫉妒你一個臭保安？你開什麼玩笑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嫉妒我老婆愛我愛得要死，而你愛的那個夏玲，不過就是為了利用你，奪取蘇家的財產罷了。閉嘴！你胡說！我和靈兒是真心相愛的，
我们俩是從小一起長大，是嗎？哼，林淵，我知道你有些手段，所以我今天請來的都是些高手，你休想逃。不過，我可以讓蘇蘭去底下陪你做一對苦命鴛鴦。上！你別過來！爸，苏明，苏明，姐，你終於來了。你有什麼衝我來？放了他們！放過他們？說得好輕鬆啊！憑什麼？住手！你幹什麼？念念，都是蘇家的孩子，憑什麼你們過得錦衣玉食？憑什麼？我不可以繼承蘇氏集團？你說謊！你根本就不是蘇家的孩子。秦羽把你們做的事情全都說了，你是故意靠近嗎？秦羽想給我姐下藥，取他性命，然後把我們蘇家全部害死，謀取我們的財產。你們好歹毒！閉嘴！原來一切都是你跟秦羽搞的鬼，都怪你們，害得我們一直以為姐夫是壞人。那又如何？我叫了他這麼多年的媽，他既然答應我要把蘇氏集團交給我，既然承諾過，那蘇家的財產就必須是我的。你有什麼資格？既然你們不願意給，那我就自己來取。只要你們全死，蘇家的唯一合法繼承人就是我了。念念，念念，女兒，给我摁住他，好好給他一個教訓。啊，姐，女兒，你要幹嘛？蘇蘭，你不是很有能耐嗎？我用過那麼多的手段都被你逃掉了，這次我看你還怎麼逃。你不是想要蘇氏集團的股份嗎？我可以給你。蘇氏集團的股份我要，他們的命我也要。你要幹什麼？住手！不要！你給我打了什麼？不過是讓你有些虛弱無力的藥罷了。讓我想想，蘇氏集團總裁從頂樓不幸墜落，你覺得怎麼樣啊？給我摁住他，帶過來。只要我這麼輕輕一推，就會變成一灘肉泥啊！蘇蘭，別掙扎了。姐，女兒，住手！姐夫，你終於來了！靈兒，救我，救我！放開他，否則我就把秦羽從這扔下去。秦羽，林淵，你這個瘋子，鬆開我！靈兒，救我！秦羽，原來你挑女人的眼光也不怎麼樣嘛，嗯？什麼意思？你忘了我們這麼多年的感情了嗎？我數3個數，把蘇蘭給我送回來，否則今天秦羽必死無疑。1，你快照他說的做。2，秦羽，對不起，我馬上就可以得到蘇氏集團了，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放棄。你放心，
以後你每年的忌日，我都会去看你的。什么？夏玲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那是你自愿的，不是我逼的。林渊，我知道你有本事。上一次蘇蘭從2層摔下去，就是你救的，但這一次這裡是頂樓，我看你還怎麼救。蘇蘭，去死吧！不要！就是他！蘇蘭，沒事吧？不是跟你說了嗎？不要逞強！你知不知道我晚來一步你就……林淵，我喜歡你。就知道你是蓄謀已久，你不要以為這樣說我就不會生氣。說好了要等我過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救下我的。你就這麼篤定？因為我老公是全天下最厲害的男人，因為我的命運因你而改變，你就是我此生唯一的救贖。秦羽和夏玲惡有惡報，終於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咱們家又可以恢復平靜了。爸呢？在樓上訓咱媽呢，說要不是她搞個假女兒出來，咱家不會有這麼多事。幸好爸的體檢報告出來了，他的身體很健康，真是多虧了姐夫。你看這個，等等，我怎麼感覺大姐又在套路姐夫呢？不行，得加錢。加，再加1億，外加我蘇氏集團40%的股份，和我名下17棟別墅。這麼大方？對自己老公當然大方了。不對啊，蘇蘭，這合同上寫的時間怎麼是1輩子呀？難道要我給你打1輩子工？老公真乖，我新買了一條絲襪，晚上穿給你看。我等不了晚上，我現在就要。